去了？我都打算自己回家了。这都是给你买的。什么呀？这是？真甜。你不是不吃荔枝吗？我找到杀我父母的仇人了，我以后不怕吃荔枝了。快点走，带上弟弟妹妹。爸爸！上钩了2条鱼，运气不错。找到这3个小孩没问题吧？哎，在大街上捡的流浪猫。六哥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半个钟头前。你看到什么可疑人员没有？我哪看到啊？人一起来就被打死了。这罗老板怎么也不来了？都怪你，肯定是上次你没招待好人家。我没有。还说没有呢？第一次见人就把人家带到武馆去了，有你这么招待人的吗？他说他喜欢嘛。我看是你喜欢。好不容易碰到个大客户，我还指望着他了。他来不了了。报纸上说是仇杀。死了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我天天买报纸，你也不看呢。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看他干嘛？罗老板不一样啊！我怕你发财梦破了，受不了。是破了。凶手找到了吗？可惜了，上次他跟我说还没成亲呢。行了，你就别想了，他不是咱们的朋友，生意没做成，跟咱们就更没关系了。你就把他给忘了吧。广州城都这么乱了，世道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世道一直都这样。你想想我师傅，他死的不冤枉吗？这个世道，就是得咬着牙走下去，松口气儿都不行。进来。K 哥，你看，干什么？啊，今天抓了几个古董贩子，其中一个古董商为了活命跟我磨叽，我就狠狠地敲了他一笔，钱上交了。这玩意儿据说是专管法律的，跟咱职业相合，我就带回来了。谢志啊，你是不是又做了亏心事啊？奎哥，我可没做亏心事儿啊。再说这也不是我花钱买的。
打开看看。认识这个吧？一个从警30年的警察，杀过人、立过功，他的身后之物，也就是豪洋4块半，连吃顿像样的餐都不够。这，我派人去佛山了，他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家，一辈子就剩下这点钱和一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。佛山，佛山。9年前替你擦屁股的那个佛山警察罗松木，他还帮你找了3个流浪儿，顶替跳水逃走的陈氏3兄妹，设伏杀了2个共产党。你立功了，领了赏，他呢，分到了一个陈家留下的水果铺。但他哪想到，没有了警察身份，万事皆难。做生意亏本，亏到了只剩下4块半。奎哥，生意哪有那么好做？10天之后倒是还没有排上戏，这个由不得我啊，有戏就得排。师傅啊，你就少排1天嘛。10天之后那天我得在广州。这可不是少排1天的事啊，一个地方演3天，加上红船路上的时间，你这一耽误就是5天啊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早早跟你说嘛，你接戏的时候啊，能有点谱。你怎么跟师傅说话呢？哦，我必须给你留出这一天呢。你已经是太平年班的班主了。不是，师傅，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你这是挨得美，什么书？挨得美敦书。哎，师傅，我这可不是最后通牒啊，我怎么敢跟你最后通牒啊？你敢？师傅，你可以啊，你还会说这个新名词啊？你说。为什么那一天你非得在广州？是朋友所托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什么事？又是你那些不要命的事？不是，是好事。19路军的几个军人遗孀要办个聚会，我受邀主持一下。你干点正经事行不行啊？听说你还去找花弄营女班的麻烦？师傅，你的消息可真灵通。是这样，摘星女班啊演《牡丹亭》。在戏台上放幻灯，上座很不错啊。哎，那花弄影就不服气了啊！他们买通人，把银幕给割破了。我是管伶人工会的，肯定要出面谴责啊。那这种事应该管。对啊，你师姑嘴笨，不会吵架，你得帮她出口气。是啊，现在花弄影已经道歉了，答应买200张师姑他们的戏飞，算是金钱上的补偿。师傅。看在我帮我师姑的面子上，那这个，哎，谢谢师傅。那边王叔再升一点，慢点，放心吧，没事，我可以。哎呀，你这边给上来一点，对，那边使劲，这边。这么低了。我来。立夏啊，花弄影戏班来买了200张戏票，是你做的吧？是我师哥，他们弄坏了幕布，我师哥找他们去了。你就不能好好琢磨琢磨戏呀？这些应该你干吗？我喜欢干这些。你有多少精力啊？那么多戏你都会了？
唱念做打，你都尽善尽美了。一海无涯，我知道师傅，我都快背出来了。啊，那边掉了，那边掉了，起来点。师傅，我马上就好了，别生气。你慢点。来，1、2、3，上！游击大佬和点心小安都替他说话了，你要注意分寸。师傅，他想学打和，可是他才来了几天呀，这不是坏了规矩吗？他只是想学厨艺，我没拦着他。谁都想学厨艺，我不会断人财路的，但是也得守规矩啊。他还拉着游击大佬和千手尘，你说，哎呀，恶心。干这一行，你会遇到很多在各方面都比你强的人。有人刀工就是比你好，有人火候掌握得妙，有人天生就会琢磨新菜，有人对盐、对糖、对五味都比你敏感，更有的人在各方面都比你强。你怎么办？啊？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那要真有这种人，也是师傅您呀。格局要大，不要让攀比之心蒙住了眼。我没有。后厨安稳，才能不让东家操心。安稳才能够平衡，知不知道？是，师傅。我教你芥兰炒牛肉，过2天你上灶。您说的是19路军遗孀那一席吗？那一席会来很多的记者，芥兰炒牛肉又是别人指定的菜式，就当是为师送你的出师礼吧。谢谢师傅。一位牺牲在前线的新婚军官，平素最爱吃芥兰炒牛肉。每次19路军医属们纪念亲人，他的遗孀都会为他点上这一道菜。久而久之，便成为了一项传统，同时也成为了考验厨师水平的一道考题。火苗起舞，我身材飞扬，外线蒸蛋和水苔，还有剪菜，内馅后裹上炸大和川菜，色彩缤纷，脚背有环展，欢声笑语依然有自在，尝一尝岭南的风味，妙在舌尖，传扬四海乐开怀。水不言尽，块不言细，色香味辛，色香味辛俱全，清鲜嫩滑爽香，食材是正点，甜酸苦辣咸，说出了人间的百变。民以食为天，岭南人处处爱争先，山高山下大海，石头蛋汤，快乐自在赛神仙，快乐自在赛神仙。看来我这今天晚上是做不出来了。行吧，我去上工了，我晚上过来。牛肉跟芥兰我帮你准备好了啊。哎，你说老蝶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食材的问题啊？不会啊，你这买的都是好料啊。我先用芥兰沸水捞出通肠，他们都说没有祸气。我又先用姜汁料酒炒芥兰，结果牛肉又不香。但这一盘我用了蚝油炒牛肉，芥兰却不入味儿。最后我把芥兰和牛肉分别炒香后再合炒，结果芥兰的香气挥发了。算了，
我晚上过来。慢点啊。走啊！哎，发导彈，讓茄子，炒牛肉，咕嚕肉。尝尝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啊，正点啊，太好吃了，伟哥。哎呀，好吃。来，尝一下。再给我一口。哎呦，太好吃了，正点啊。老头啊，我改叫了。真的好吃吗？你干嘛不自己尝一尝呢？他最后放上姜汁和料酒，我就知道他成了。他摸到这道菜的窍门了。省得喝我的酒了。说吧，那孩子看你走了之后，很失望的。我走以后，孝文没说什么吧？他那个脸啊，黑得像锅底一样啊。不过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没说就好，还可堪造就。我手把手教了他3天，他都没摸到窍门。眼看陈卫成了，他心里面难免会乱。太偏心了，我跟老陈都想不明白，陈卫明明有这个天赋的，你为什么不收他呢？一不叩门，道不轻传，传授弟子品行为重。陈卫，我还看不好。那你也多给他点机会嘛，多看看他呀。他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你们一个个都替他说话。他呀，他让我想起刚入行的我自己呀。每年都找有名的酒家和厨子来做，连续办了3年，影响力是越来越大，而且第19路军参加的烈士遗孀也越来越多，还广招社会名流来扩大影响力。我怀疑这次啊，是共产党在幕后推动，想把普通的一餐饭
变成他们宣传抗日的活动。奎哥，这小日本是该打。都听着，盯住每一个出席的人，从中给我找出共产党来。是。正如邝庆奎猜测的那样，广州的中共党组织确实准备利用19路军一树联谊的机会宣传抗日，引领日益高涨的抗日风潮，团结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活动。为此，金惠荣等人做了精心安排。好香啊！相片呢？待会儿给您引这个。黄师傅，有心了。应该的。如果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就更好了。应该有，都在这里了。那开席之后放一放。好。黄师傅，我看这边人已经到齐了。哦，那你快坐，我去后厨。好。哎。开工！来来，快点快点，这个备菜快一点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芥兰炒牛肉，你来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12桩散客3位，红烧大面翅，鲍鱼扣猪肚，八宝蛋，虾子扒大乌参，西芹炒螺片，古法蒸大桂鱼，蟹肉扒菜胆，烩瓜皮虾，银炉烧乳猪，香煎茄汁大虾。另外，芥兰炒牛肉1盘。哪位？好。散客的芥兰牛肉，你来。到。好好做，别辜负了我师傅对你的信任。你认真点儿。1年1度，搞了第4回，这道芥兰炒牛肉就成了考题了啊！所以说，不管哪家酒楼接了19路军这一席，都要靠芥兰炒牛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这也是我们食评界所说的因势成才。哎，就跟这个乾隆皇帝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。真有那什么白玉汤？那不是话本里编的吗？哎呀，天下之事哪个不是编的？都是编的。我们听的是故事，吃的是味道。那芥兰本身也是好菜呀。苏东坡《雨后行》菜谱所云：芥兰如君训，脆美牙夹响。所以说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脆、爽、甜、美。我们是散客，这道芥兰牛肉又是刚加的，只怕要稍等片刻。再等一会儿。眼前美食不可辜负啊！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选宴，把我最爱吃的几道菜全都囊括了。你们再不动筷，这道虾子扒大乌参可就全都归我喽。给你吧，给你吧。黄师傅，我能不能去前面看一下？去吧。哎，来了。来，好，来呀！你是炒这道菜的厨师吧？啊，看表情就看出来了。一般来说呀，厨师跟着自己的菜出来，分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客人尊贵，厨师出来以表敬意。
对吧？但问题是，广州大酒家并不知道我来啊，所以说第一种情况排除了。那么就剩第二种情况，那就是厨师自己第一次炒这道菜，心里没底，才出来看看。我说的对吗？这也太不像话了！你到哪家店不得主厨亲自掌灶？这弄个学徒出来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就是啊。别急，让我尝尝啊，万一有奇迹呢？牛肉又老又柴，这是牛魔王的肉啊！啊，芥兰尝一下。芥兰绵软干涩，跟我刚刚说的脆美牙夹响不沾边儿啊，真是不怎么样。伟哥，你看，这全程都不到1分钟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反应过来。非常漂亮的飞行机会，让我想起来这几年前跟共产党打交道的日子。说不过去呀，廖四六。你在门外盯着，还发生这种事情，我该不该罚你？该罚。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了吗？现场每个人的名字都做了登记，正在逐一筛查。10几个人能够统一行动，这现场一定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。这张唱片是谁带来的？你人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很明显吗？你什么高兴的事情还瞒着我？以后一定告诉你。切，都不用猜，你肯定去革命了。哎，以后啊，别当着外人说这个，有人问也不要说，明白吗？神神秘秘的，我还不想说呢。哎，我请你去冰室吃冰淇淋吧。不吃冰淇淋了，我去买凉茶，你等我啊。谢谢。好，下雪。哎呦，老任，是哪路弟兄跟我开玩笑啊？缺钱还是缺什么？华夏到了，我不含糊。啊！
他把你认出来？不怕，一个戏走怕什么？那为什么把水往头套上浇啊？不知道吗？这个头套湿了不好脱。好脱呀。人家是靠脸吃饭的，又打人家脸。我就讨厌这长得比我好看的。那你讨厌我吗？哟，那我可不敢。我义父是第3师徐兆龙副师长，他救不了你，你是共产党。开什么玩笑呢？金惠荣，伶人工会的执行秘书长，擅长解决劳资纠纷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，很有威望。前几天还逼花弄营女班赔礼道歉了。伶人工会是共产党的，你许给他们的？哎，你嘴还挺硬啊！唱戏的，还的就是一张嘴。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嘴打烂呀？不要打脸。是。花弄营女班的人说你是共产党，我们一查你还真是啊。他们敢诬陷我，我饶不了他们。这事儿不难查清楚吧？我要求还我清白。这次飞行集会，你搞得也不错。什么飞行啊？我是有2个飞行员朋友，哦对，他们可以担保我出去。我这儿不接受担保，不接受律师，也不接受法官，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说情请托。来我这儿只有2个结果：站着出去，或者躺着出去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特侦队，专门对付你们共产党。听说过。我有个朋友，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，怎么加入的共产党啊？我忘了，你们共产党嘴都硬，给他上点手段。遵命。我找了我公安局的朋友，他们答应帮我找人。干爹也托了人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。这样，我这就回会馆给水陆码头发帖子，如果是水匪绑架的，我让他们出不了广州城。我会报关写文章。哎，等等，先别透露，免得有其他麻烦。公布于众是为了保护他，对方心存忌惮，才不会撕票。撕票？沉住气，你先慌了，还怎么救他？好，就这样。干爹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徐副师长已经打进湖南，没能力管广州的事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，收汇笔钱回来。唐云和诸葛峰呢？他们是空军，他们有没有办法？我去找，不过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，估计陈总司令讨蒋，空军都上战场了。该拜托的我都拜托了，他们也都答应帮忙，咱们自己先别慌。我要呼吁社会治安，保证邻人安全，给当局增加压力。用什么方法比较容易看清楚别人身上的纹身呢？男的女的？嗯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我跟你说，女的呀，最好别纹身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哎，我听说这药房里有不少女人喜欢你啊。哎，你看上哪个了？我帮你做个媒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我问的是用什么办法能看清楚别人身上的纹身，什么方法比较方便？带他来这里了，打个拳，冲个凉，都是男人，看哪儿都方便。
那要是不熟，人家不肯跟我打拳怎么办呢？找我正骨，一定能看到啊！哎，山河，想什么呢？徐老板，我给你介绍门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老板手艺真不错，大伙进去瞧瞧，他家手艺真不错。各位长官，本次义诊只针对公安局局本部的人，其他人不用排队了。到了里边还得查验证件。局本部那帮大爷就知道捞好处，他们才几十个人，哪我们外勤辛苦呀？对呀，就是啊，哪有我们外勤辛苦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凭什么他们能按，我们不能按？下回，对不住了啊，对不住了。哎，什么？走，真扫兴。哟，长官您好，您的证件，哎，您里边请。那个，这给我吧。挂这儿了啊。还有多少人？也就10几个吧。你呀，你是狠狠地坑了我一把。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这义诊是扩大影响力、提高知名度的捷径。扩大了有什么用啊？那生意不就好了吗？我只有一双手，生意再好，我得忙得过来呀。多找几个徒弟不完了吗？你看我这不也给你打下手了吗？你就把我当徒弟用。我不收你这样的孽徒，我呀也算是鬼迷心窍了，让你弄得我是又搭钱又搭利息，骑虎难下。石大夫啊，别后悔，你这个徒弟呀不吃亏，成了我们警察局的定点医馆，以后啊生意少不了。这呀是彩叶，你拿好了，下回凭他打8折。好了，这么好的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啊？长官好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要什么证件呀？特侦队646。六哥，这局本部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。来，安总，先给爷来一个。哎呦，哎，摸两下。我这还没歇着呢。好吧，来吧。哎，哎呦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好。舒服。师傅啊，这位爷肩颈问题挺大呀，要不要上药啊？不用，凭我的手法，几下就揉开了。不对，脖子都反弓了。得上药。哎呀，先生，用不着。废他妈什么话呀！赶紧的。那好，那你起来。是冯了性啊，还是李光海啊？把衣服脱了。这得用李光海滴打酒啊。哎呦，疼！又疼了。我有很多年没这么干了，耽误了一天的生意，我就不说了。印招贴的钱、茶水钱，我也不说了，这些我都能承受得起。但是你把我当傻瓜，这不合适吧？你这话怎么说的？哼，你耍我这么大个局，就是为了那个叫646的，为什么？我没有。不方便说。好，不方便说可以不说，但是你不能骗我。那我就不说了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我不稀罕。山河，你用了那么多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，你可得答应我，不能干坏事。什么是坏事啊？你肯问我这么句，我很高兴，我也说不好。总之啊，不昧着良心就行。那我肯定能答应你。另外，我这人情很金贵，你别瞧不上。你个臭小子，整天的搞邪门歪道。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义勇军进行曲》这个曲子第一个音符的响起，就是你们飞行集会开始的信号。不得不说呀，很天才的设想。但是你漏了一个破绽。黄齐全交代，原本放的不是这张唱片，是你要求换上去的。19路军遗孀，用这首歌纪念英雄，很合适啊。